陳庭豪，外號傻佬太，生於1938
有幾間唔係咩難事，好快陳庭紅就將女樂嘅麻雀館扭虧為盈，但賺錢之後麻煩就多咗。陳庭紅喺好短時間內為女樂賺到錢，但女樂開始對佢有疑心，認為陳庭紅將大部分利潤分咗俾張秀和中場，而自己攞到嘅比較少。於是女樂嘅仔上門揾陳庭紅要提高租金。陳庭紅本嚟係睇喺女樂嘅面上加咗租，但女樂仲唔知足，次次加租仲開口要好處費。陳庭紅脾氣火爆，睇唔過眼，破口大罵：你仲以為你係嗰個威風嘅總探長？要加租我就要加！一句話激嬲咗女樂，女樂認為陳庭紅根本唔尊重佢，兩人從此反目，開展咗20幾年嘅鬥爭。女樂一直用匿名信爆料嘅方式檢舉陳庭紅。陳庭紅旗下嘅麻雀館、桑拿館等娛樂場所經常被查牌，嚴重咁影響到生意收入。匿名信幕後寫手經常會聲稱自己係陳庭紅嘅某個門生，檢舉嘅理由多係有攻擊性武器、公司有違規行為等等。雖然嚟查都係冇揾到，但有舉報就會嚟查。畢竟阿 Sir 職責所在，女樂喺遠處操控住呢一切。陳庭紅一時間亦無可奈何，只能默默忍讓。1986年，陳庭紅通過旗下國榮實業有限公司斥巨資1300幾萬購入駱克道金碧大廈嘅成排鋪面以及部分樓層，並喺呢棟大廈開咗一間名為東洋閣嘅桑拿中心，至今東洋閣仲喺度營業。而同年，女樂嘅資產被攞出嚟拍賣，一邊係自辦資產，一邊係變賣老本。女樂當然眼紅，於是加大對付陳庭紅嘅力度。1992年，陳庭紅俾人24小時跟蹤監視，無論去到邊度都有幾對眼及住，連上廁所都會覺得唔自在。經過陳庭紅嘅調查，原來當時和合圖嘅勢力拓展到美國之後，喺當地橫行無忌。門生莊炳強更係喺當地江湖被稱為三藩市教父，犯下唔少大案。喺91年嘅時候，華青幫大佬王丹妮被行刺身亡，據說就係莊炳強幕後操作。為此 FBI 做咗調查，唔單止及上咗莊炳強，仲及上陳庭紅呢位龍頭大佬。調查報告上唔止和合圖呢個社團，但陳庭紅卻被名列第一位，上面用英文寫住 Jordan Hand 龍頭、春泰、陳泰、Carrie 泰、傻佬泰等字眼。喺陳庭紅睇嚟，呢一切都係女樂搞嘅鬼。比及上嘅陳庭紅擔心屋企人受到牽連，連忙要帶住屋企人一齊移民到加拿大，但卻受到拒絕。理由好簡單，就係陳庭紅有三合會背景。不得不講，當年周星馳同樣要移民到加拿大，亦都因為同樣嘅理由被拒絕。可見黑幫喺海外確實係禍害當地。喺呢一年，陳庭紅唯有退出歌廣告上都係自己所想所學，刊登嘅言論十分出位，乜嘢西上
力，因此亦都唔計較。有時面對經濟困難嘅客戶，佢仲會無償為佢醫病。發揚國粹嘅同時，亦算係仁心仁術。當然呢千幾萬對於陳庭紅嚟講就係濕碎。當年佢買低女樂嗰個物業，早已經增值咗幾個億，更唔使講平時收取嘅租金以及手頭上嘅其他產業。2017年，陳庭紅去世，享年78歲，江湖上一代傳奇人物，最終亦難逃癌症之手。按佢之前登報抨擊西醫嘅言論嚟睇，呢件事的確有啲諷刺，或者係前半生惡事做盡得嚟嘅報應，即使晚年行善積德，亦難以抵消。